艺术水阁好，阁将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意。好朋友，咱来研究台湾的汉诗，各种两句话伫咧表达，讲千丝万句写台湾，世情山水人生观。因为对台湾的汉诗，会当看到台湾的历史。尤其成功大学卢兴昌教授伫咧讲一个观念，伊讲吼汉诗用到内读，这就是正台湾的文学。啊，搁种今日扣一个咱拢知，过去咱知影讲称呼叫做国姓爷。台湾的延平郡王郑成功，伊一首汉诗叫做《福台》，讲福台湾的诗句，4句尔，内底2句真好，咱来甲听看嘛。伊讲开辟经真独好意，10年史刻复先机，典型尚有3000曲，如可干关不临字。总是郑成功这个人，真有豪气，真有志气，真有目标。伊就是主张讲，用台湾做根基，总有一天中原要甲讨转来。爱伫咧回想安怎样？回想讲开辟经真，经真2字，就是草啊发甲安尼满时，拢无人伫咧探爬远的所在啦。我来开垦这个台湾爬远的所在，赶走荷兰，伊就是外族。赶走荷兰，原因就是因为当时10年10年史刻复先机过去荷兰人还未来的时阵，郑成功的诗人有注解哦，讲是太师先来遮屯兵，太师是啥？就是郑成功的老爸郑芝龙，阮老爸先来啦，结果吼荷兰的鬼龙煞来接，我用遮尔久的时间，10年史刻复先机。将阮老爸谈台湾的经营恢复回来，这就是叫做复台诗这个复解说的原因。郑成功家己佫反省讲典型尚有3000曲，典型是啥？就是汉高祖刘邦斩白蛇起义，天下太平统一了。啊，佫一个典型自立为帝王，伊共款唔愿投降。郑成功咧讲典型身躯边，原来佫足济甲拥护甲支持的人，袂输3000人，做伊上界坚定保护的支持者就对啊。我郑成功嘛共款呢，我比较典型，我嘛佫有真济遮的将士。虽然讲日子过了真艰苦，经过这个10年的艰难，无半会走的，如苦甘关。含辛茹苦，甘心革命，共款甲我支持，共款甲我陪伴，安尼不忍离开。我今日才有法度来光复台湾。当然，郑成功佫另外一首诗伫咧讲，台湾做基础，总是有一天中原要讨转来，因为不信中原，不信主。总是有一天中原，共款来姓朱的来换，就是明朝的皇帝，啊，就是郑成功和明朝的皇帝赐姓朱，咱则称呼叫做国姓爷。所以这句复台诗内底伫咧表明，郑成功的志气一字一字讲了真详细，典型尚有3000曲，如果干关不忍离，开垦台湾的过程啦。